恭喜發財，恭喜你新年進步，萬事勝意。喺呢個丙午馬年，赤兔之馬係咁跑。嗱，赤兔馬係邊個嚟啊？你同我思考，就係關二哥嗰隻赤兔馬，白色㗎 ，very good 啊，白色係金嚟㗎嘛，揾多啲錢啦嚇！希望你春回大地，萬象更新個庚金嚟㗎，庚金即係揾多啲錢啊嘛，係嘛？嗱好啦，今次咧開年大吉，首先大家咧初二咧記得開年啊，食咩啊？食盆菜，喺下晝1點至3點前開年 ，very good 㗎，得唔得？1點至3點係未時，未有咩啊？有咩吉星啊？有太陽星啦嚇，太陽啊照遠唔照近啊，仲有你個天空夢想嘛。其次就喺初四就開工大吉。開工大家最好袋住1000蚊嘅開工利是，開工利是咩啊？恭喜發財咯，招財進寶咯。然後就去到初8都可以開工嘅2個日子，初4、初8都係開工大吉。記得我講啦，知唔知？好，祝願大家開工大吉！